这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塔波寺及斯皮提民众举办的长寿法会；西藏宗教领袖在越南被中国特工监视期间离奇死亡；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新任首席大法官及审计长宣誓就职；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噶夏召开常设策略规划小组第7次会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会晤苏黎世安全部长马里奥·费尔；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加强欧洲议会对西藏的支持；驻北美办事处举办藏汉青年对话会，探讨中国民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4月1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印度喜马偕尔邦境内的塔波寺和斯皮提民众共同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并发表慈悲开示。达赖喇嘛尊者在向与会的僧俗信众发表讲话时，着重提到斯皮提民众对他坚定的信念，并表示长寿法会的真正意义在于与尊者保持深厚的精神联系。鉴于佛陀教法以理性和逻辑为基础，尊者还鼓励与会信众深入学习佛教哲学的核心内容。来自塔波寺的色公策下仁波切及1300多名斯皮提民众参加了当天的法会。另外，根据可靠消息来源证实，在西藏安多果洛州甘德县备受尊敬的藏传佛教领袖、慈善家和隆恩寺第10任主持洪嘎多杰仁波切，在失踪很长一段时间后，于3月28号在越南离奇死亡。据悉，中国官员于4月2号通知隆恩寺的僧人，告知洪嘎多杰仁波切已于3月28号在越南离世，但未说明具体的死亡时间、地点及死因，并拒绝归还其遗体。同时，上述僧人还被当局要求签署一份正式文件确认死讯。洪嘎多杰仁波切是果洛地区广受尊敬的藏传佛教领袖和慈善家。他于2024年初遭中国当局拘留。由于仁波切在西藏频繁受到中国当局的骚扰，自2024年9月下旬以来，一直躲藏在越南。今年3月25号，越南警方和中国特工联合在西贡市的一家酒店内逮捕了洪嘎多杰仁波切。随后，他于3月28号被移交给中国警方，并于同日离奇死亡。虽然他被拘捕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尚未查明，但根据可靠消息来源，中国政府于2024年强迫仁波切在他的寺院中接待中共任命的第11世班禅坚参诺布，但洪嘎多杰仁波切并未全力配合。同年8月，青海省的中共官员对他进行了审讯，指控他为达赖喇嘛尊者撰写长寿祈祷文，并且在安多果洛的教育工作中未能执行国家的相关政策。这些事件导致他于2024年9月下旬失踪，随后一直躲藏在越南，直至遭捕身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本周二4月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洪嘎多杰仁波切离奇死亡事件，并邀请了阿尼妈钦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居丹炯及多麦藏人协会的代表藏雪德萨介绍相关情况。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在新闻发布会上严厉谴责了中国政府在洪嘎多杰仁波切离奇死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并呼吁国际社会追究责任及进行干预。2名发言人则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对洪嘎多杰仁波切的离奇死亡进行独立透明的调查，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将仁波切的遗体送回隆恩寺进行适当的佛教仪式。
并要求越南和中国当局对洪嘎多杰仁波切遭拘留和离奇死亡事件负责。此外，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的主持下，新当选的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西汪姆于上周五4月4号正式宣誓就职。在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第12天3月29号的议程中，最高法院秘书长伊西汪姆以31票当选为首席大法官，成为最高法院首位女性首席大法官。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大瓦普吉和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前部长帕巴次仁于本周一4月7号在西藏大夏礼堂举行的宣誓仪式上，正式宣誓就任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的法官。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审计署秘书长扎西多杰也于当天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西汪姆前宣誓，正式就任藏人行政中央审计长一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司政边巴次仁、副议长卓玛次仁、各部门部长和独立机构的代表，以及议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和各部门秘书长、高级官员等出席了宣誓就职仪式。另外，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嘎夏于本周三4月9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行政培训中心召开了常设策略规划小组第7次会议。为期3天的会议由司政边巴次仁主持，包括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卓玛、前部长丹巴次仁、前特使格桑坚赞和嘎夏秘书处政务秘书长扎西加措、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华人事务秘书长才加、安全部秘书长嘎玛仁清、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嘎玛曲英、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和书记员阿瓦同美出席了会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于上周四4月3号与苏黎世政府委员会安全部长马里奥·费尔进行了会面，讨论了与西藏问题有关的各项倡议，以及即将迎来的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岁华诞的筹备工作。代表赤列去吉在会晤期间向马里奥·费尔部长赠送了近期出版的达赖喇嘛尊者的新书《为无声者发声》德文版，并感谢他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与支持。4月4号，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在日内瓦会见了美国高级外交官兼美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临时代办特蕾莎。双方在会晤期间就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西藏人民持续面临的限制，以及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特征的重要性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与欧盟事务官员丹增平措于本周三4月9号会见多名欧洲议会议员，呼吁欧洲议会关注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局势，并进一步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在会晤期间向欧洲议会议员重点介绍了近期在越南离奇死亡的洪嘎多杰仁波切，并发放了藏人行政中央发布的新闻稿，强调在中国日益加强对西藏的残暴统治下，加强国际支持的重要性。他还呼吁议员们通过一切可行途径，采取实际行动支持西藏，与会欧洲议会议员们对西藏境内的局势表达深切关切，并重申将通过议会辩论、外交交流等场合持续关注西藏问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3月28号在美国北加州藏人社区中心组织了一次藏汉青年交流会，就中国民主运动及其未来方向，以及藏中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著名的中国民主活动家方正先生和周峰锁先生，来自华语青年挺藏会网络平台的代表，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出席活动，
与当地华人和藏人青年就中国民族运动及未来方向，以及藏中关系与双方合作等事宜进行了讨论。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